皮卡丘拍真人电影，新版预告出炉，经典神奇宝贝也亮相，包括妙蛙种子以及初代神奇宝贝大舌头写实模样，让网友说童年崩坏。另外还有游戏王也拍真人版广告，找来日本男星贺来贤人，用真发做出夸张发型。游戏王真人版广告，下一位顾客请上前，我的回合抽牌。和游戏王联动后的我能召唤限定卡。顶着一头金红色的夸张爆炸发型，日本男星贺来贤人拍摄游戏王真人版广告，化身武藤游戏。游戏王真人版广告，我是决斗者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最近在店里闹事的那个人吧？闹事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广告预告曝光，他闯入店员家里，强迫解说游戏内容，肢体动作超浮夸，还用真发做出夸张造型，让网友吐槽说心里会有阴影。同样是动画变真人版，还有他。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，这就是法国人说的热舞嘉年华，那才不是法文皮卡丘翻拍成真人版。第2版最新预告，许多神奇宝贝都亮相，包括妙蛙种子、魔强人偶、可达鸭、喷火龙，还有初代神奇宝贝大舌头也登场。全身粉红色吐出舌头，在预告中一闪而过。不过这写实模样让宝可梦迷直呼好崩溃，因为在动画中它的模样没这么惊悚。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大舌头，把它舔到。皮卡丘用10万伏特。在动画片中，大舌头算是可爱系的神奇宝贝，能够用灵活大舌头舔晕对手。不过变成真人版电影，似乎有些崩坏。经典动画片翻拍成广告跟电影，都在考验观众的接受度。